大家好，歡迎收睇四眼仔 AI 足球分析，我係四眼仔。我呢條 channel 主要係分享 AI 分析網絡上面嘅球賽往績數據，去模擬球賽結果。如果覺得內容有趣嘅話，就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唔講咁多，我哋馬上開始。費倫天拿喺本賽季嘅表現令外界大跌眼鏡。截至2026年1月底，紫百合喺意甲聯賽中僅取得3勝8平11負嘅戰績，17分位列聯賽第18位，正處於降級區。呢一種聯賽層面嘅生存危機，直接影響咗球隊對意大利杯嘅投入程度與戰術取捨。喺最近10場比賽中，費倫天拿表現出明顯嘅進攻乏力與防守紀律缺失。雖然喺2026年初曾有過短暫嘅回升，但隨即喺主場以1比2負於卡利亞里，士氣再度受挫。同費倫天拿形成鮮明對比嘅係，由法比加斯執教嘅科莫已成為本賽季意大利賽場嘅一股旋風。科莫目前喺意甲40分，高居第6位，戰績為11勝7平4負，進球數高達37個，展現出強大嘅進攻火力。科莫嘅戰術體系強調控球同短傳配合，利用中路滲透同極具威脅嘅遠射製造機會。費倫天拿嘅進攻重擔落喺羅伯圖碧高尼身上，但喺失去主力拍檔摩斯堅恩嘅支持後，其威脅大打折扣。堅恩因足踝受傷缺陣，呢對費倫天拿嘅禁區統治力係致命嘅打擊。科莫方面，核心進攻組織者尼高帕斯表現神勇。呢位阿根廷天才本賽季已貢獻8個入球同6次助攻。佢喺對陣拉素嘅比賽中梅開二度，展現咗極強嘅個人入球能力。此外，希臘前鋒杜域卡斯本賽季已斬獲11個入球，聯賽8球，杯賽3球。其喺最近2場比賽中連續梅開二度，狀態正處於巔峰。費倫天拿嘅傷病名單長度令人擔憂，除咗堅恩外，基斯甸高亞美因十字韌帶重傷長期缺陣，主力後衛法比安奴帕利斯亦都因傷無法上場。雖然新援文拿蘇洛文與即夏利遜已加入球隊，但整體嘅戰術融合度依然存疑。科莫方面，雖然摩拉達同阿薩內迪奧缺陣，但尼高帕斯同杜域卡斯嘅火熱狀態彌補咗人員缺失。法比加斯喺杯賽中可能會對陣容進行適度輪換，但球隊體系嘅穩定性遠高於費倫天拿。畫面上顯示嘅係今場賽事嘅模擬結果。科莫喺過去2次客場挑戰費倫天拿嘅比賽中均取勝，包括2025年9月以2比1逆轉獲勝。呢個表明科莫喺戰術上對費倫天拿有明顯嘅克制，尤其係利用紫百合防線前插後嘅空間進行反擊。聖保利目前喺德甲13分，排名第17位，正深陷保級苦戰。喺主教練亞歷山大布勒辛嘅帶領下，球隊喺最近幾個禮拜展現咗出色嘅防守韌性。喺最近一場激烈嘅漢堡打比中，聖保利以0比0戰平漢堡。呢場平局對球隊士氣嘅提升作用顯著。聖保利嘅戰術核心在於防守反擊同利用對手失誤。數據顯示，聖保利喺領先情況下嘅保衛能力被評為強，且擅長通過過頂傳球尋找機會。然而，球隊嘅致命弱點在於側翼防禦同對直失球嘅應對極為脆弱。RB 萊比錫本賽季表現略顯起伏，目前積35分，排名第5位。儘管球隊喺揭冬期前遭遇連敗，但喺最近一場比賽中以3比0擊敗海登咸，顯示出進攻端嘅復甦跡象。然而，球隊最近喺客場以1比5慘敗俾拜仁慕尼黑，防線喺面對頂級進攻時嘅崩潰，令人擔憂。萊比錫嘅戰術風格以高頻率射門同快速反擊著稱，特別係利用球員嘅個人能力創造得分機會。然而，早前由於多名主力前鋒因非洲杯缺陣，球隊嘅邊路進攻效率受到咗影響。RB 萊比錫喺本場比賽面臨嚴重嘅後防人手短缺，核心中衛卡斯迪路盧基巴因失傷確定無法出戰聖保利，主教練奧爾華拿不得不啟用年輕嘅艾查戴利、碧舒亞布、拍檔韋利柯賓。聖保利方面，主力射手安德烈亞斯紅通吉因足踝受傷缺陣，呢對其進攻端係唔細嘅打擊。不過核心防守球員艾域史密夫喺結束停賽後回歸，極大地鞏固咗防線。以下顯示嘅係今場賽事嘅模擬結果，歷史對賽往績對聖保利有利。
喺雙方最近幾次交鋒中，聖保利喺主場米勒門體育場保持住極佳嘅防禦紀錄，曾經連續3場零封 RB 萊比錫。雲達不萊梅正經歷一個災難性嘅賽季下半程，球隊已經連續8場比賽未能取勝，目前18分排名第15位，護級壓力巨大。主教練霍斯特斯特芬正面臨前所未有嘅防守人手危機，多名主力守將同時缺陣。喺最近10場比賽中，不萊梅僅取得1勝3平6負，場均失球數超過2個。儘管喺對陣法蘭克福嘅比賽中，依靠米路斯域嘅進球取得一場3比3嘅平局，但防守端嘅漏洞始終無法彌補。賀芬咸本賽季嘅表現極其穩健，目前36分排名第3位。球隊以強大嘅反擊效率著稱，特別係老將安德烈卡拉馬力，佢本賽季已射入6球，並展現咗頂級嘅組織能力。賀芬咸喺最近10場比賽中贏咗6場，士氣正盛。賀芬咸喺客場嘅表現尤為強勁，數據顯示佢哋喺客場嘅贏球率優於其聯賽平均水準。呢個得益於球隊高效嘅轉換進攻。本場比賽原本因惡劣天氣推遲，而1月27號比賽當天，雲達不萊梅所在嘅德國北部再次降下暴雨同降雪。呢種濕滑且極寒嘅天氣通常有利於擅長定位球同身體對抗嘅弱勢一方，並可能限制技術型球隊如賀芬咸嘅傳控配合。然而，呢個亦都增加咗門將失誤同埋防線滑倒嘅風險，對殘缺嘅不萊梅防線嚟講係一把雙刃劍。不萊梅嘅傷病名單幾乎涵蓋咗成個主力後防線，米切爾韋沙、費利克斯艾古、麥斯美利安荷伯同埋力卡斯史達克全部因傷缺陣。隊長馬高費道則因停賽無法上場，呢個意味住不萊梅將排出一套由2隊球員組成嘅臨時防線。賀芬咸方面，雖然阿爾比安哈伊達利因黃牌停賽，但球隊核心框架依然完整。菲斯尼克阿斯拉尼同安德烈卡拉馬力嘅拍檔足以威脅任何防線。以下顯示嘅係今場賽事嘅模擬結果。由於不萊梅防線嘅極度崩潰，模擬結果高度指向高進球比分。最可能嘅結果係1比2 13.7%，或者1比3 11.2%。總結返呢3場賽事分析：意大利杯費倫天拿對科莫，科莫有 0.5 球嘅優勢。2場德甲嘅補賽當中，聖保利對 RB 萊比錫，萊比錫有 0.5 球嘅優勢。而雲達不萊梅對賀芬咸，賀芬咸贏同埋入球趨勢有3球以上。如果覺得今次分析內容唔錯嘅話，就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我係四眼仔，我哋下次再見，拜拜。